大家好，我係阿麥。今日我哋去咗九龍灣一間新開嘅酒樓試下佢嘅點心，一至日咧全日嘅茶價咧都只係12蚊咋，而每日咧都有優惠嘅點心，最平咧只係8個8。另外下午茶嘅時段，大中小點一律係20個8，仲有下午茶嘅孖寶係33個8㗎。除咗介紹餐廳之外咧，大家又覺得香港嘅食肆咧服務態度係點呢？不妨留言一下俾我聽，我帶大家去睇下先。大家睇緊嘅係阿米日常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訂閱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。大家留意，我哋已經開咗 Facebook，入邊有最新嘅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 Facebook，仲有 Instagram 啊！如果係搭港鐵嘅話，就喺九龍灣站 A 嘅出口，直接咧入到德福商場嘅1期之後，喺呢個位置係行去2期嘅出口。但係我哋唔上2期嘅，我哋直行呢個位置，會經過戲院 MCL， 就會見到有條樓梯行落去嘅。再喺天橋左手邊嗰度落去，之後我哋沿住呢條路直行，行咗幾個街口咧，去到十字路口就會見到 MegaBox， 就差唔多到嘅啦。由地鐵站行過去咧，大約係10分鐘左右，就會見到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利龍軒。成間酒樓咧都係新開㗎，佢嘅範圍唔算話好大，個頂咧有啲水晶吊燈，座位同座位之間咧唔算話鬆動㗎，埋邊有啲房間。另外咧，呢度係新嘅酒樓，某啲餐具咧佢會印有自己嘅 logo， 但係咧都有啲用緊上一手桃園酒家嘅舊有餐具啊。我哋睇下個價錢先。首先價目表小點咧係23個8，去到頂點嘅39個8。而我哋當日食咧係下午茶嘅時段，由2點開始嘅。星期1至5咧大中小點一律係18個8，而星期6日公眾假期大中小點咧一律係20個8。而茶界星期1至日都係12蚊，但係我哋入到嚟諗住食最優惠嘅全日8個8起嘅優惠點心，職員就 show 咗另外張紙，表示咧11點半之後咧已經冇供應啊！門口嗰個廣告原來已經係唔 update 啊！咁唯有我哋睇下下午茶嘅優惠有啲咩食先。燒味嘅粉麵飯系列牛腩河係24個8，燒鵝瀨係26個8，單拼嘅燒味粉麵飯係23個8。下午茶嘅孖寶咧係33個8，蝦餃、流沙包、腸粉都有得選擇，仲有啲小食，最平咧係32蚊，去到68蚊都有。炒粉麵系列最平咧係32蚊，去到最貴嘅68蚊。至於正價嘅點心，當然有傳統嘅點心款啦，特別啲就有黑松露鮮蝦福袋，去到煎炸類特別啲咧就有牛油果鮮蝦春卷，同埋千島醬鬼馬炸兩。又有腸粉類，甜品咧都有6款嘅。正價嘅小食係11點之後供應，正價咧係有啲貴啊。最貴嘅118蚊燒鰻魚，平啲咧就有翠華豆腐，仲有啲主食類炒粉麵嗰啲，最貴咧去到138蚊，最平咧98蚊都有。另外咧仲有啲燒味小食類，最後仲有啲廚師推介，都係一啲小菜嘅類別。叫咗個孖寶，首先嚟咗蝦餃係有3粒㗎，嚟嘅時候咧都好熱，個皮咧算係正常，唔薄唔厚咁樣，入邊啲餡咧都 OK，有2隻大蝦，調味咧都幾好嘅。之後揀咗個叉燒腸，呢個咧要讚一讚啊，因為佢個皮咧好薄㗎，平時食嗰啲腸粉個皮成日都鬼咁厚咁樣，係薄到咧睇到入邊嘅餡料，個皮咧真係晶瑩剔透啊！入邊啲餡料算係正常嘅叉燒，唔算話好少嘅，有少少芫茜咁樣，呢個腸粉係唔錯。之後就叫咗下午茶特價嘅20個8大中小點，乾燒糯米釀雞翼，入邊咧釀咗啲糯米，我見幾特別啊，所以叫嚟試下。雞翼咧都煎得夠香㗎，其實咧有少少辣味，入邊啲糯米咧味道唔算話好濃，都幾煙韌嘅。牛油果鮮蝦春卷有3條㗎，切咗一半，睇上去呢個炸粉好大嚿啊，喺出邊見到已經係好巨型啊，而且見到一嚿嘅表面呢係特別油㗎，另外2嚿都還好，再睇埋個底索晒啲油，都真係幾多油喎。
食落去真係個炸粉係比較厚，餡料嘅蝦嘅部分我覺得係正常，但係牛油果呢，其實可能比較淡味，唔係好食得到。食到尾嘅時候呢，我都食唔晒成嚿炸粉啦，因為真係太大嚿。燒鵝瀨粉今次個湯呢就夠晒熱啦，試下個瀨粉先。瀨粉呢都幾粗幾爽彈嘅，個湯就比較淡，唔算話好濃味。個燒鵝質素呢屬於一般啦，我就嫌佢啲肉係比較乾，個表面嘅皮呢係燒得香脆嘅，亦都唔算話好濃味。最後試埋個鮑汁鳳爪嚟嘅時候咧都幾熱㗎，總共有6隻，但睇上去咧好似有啲炆得好腍，有啲就好完整，只係唔夠腍咁樣啊！我試下先，真係咧有分別嘅，有啲咧真係可以一咬落去係好腍㗎，另外一啲我可以話係啱啱好，又或者咧可以再腍啲啊！鮑汁味咧其實好足夠，好濃味嘅，但如果唔送飯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鹹咗少少。最後我哋2個人自費叫咗6款嘢食，總共係192蚊。好啦，今日我哋食完利龍軒之後呢，所有嘅食物我都覺得係一般嘅水平。不如我哋今次講下香港食肆嘅服務態度，又或者要改善注意嘅地方啊。如果職員會將你台面嘅水壺拎咗去做其他嘢，再拎翻嚟俾你用，但係唔係同你加水嘅。職員又會將你台面點嘢食唯一一支筆拎咗去俾其他客用，整到你冇筆用。職員又會喺你身後邊整嘢，完全撞落你張凳度，完全感受到佢一邊整嘢一邊撞落你張凳度係一直持續。另外，第一個職員會問你要咩茶，隔1秒之後，第2個職員喺同一個好近嘅位置又問你要咩茶，隔多1秒之後，第3個職員亦都係同樣問你要咩茶。大家真係太唔專心，定係有咩原因呢？我諗以上只係大家喺香港食肆見到少少嘅一面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情況，又或者係更誇張啊！試問我哋去到其他國家又或者地區嘅地方食嘢，包括而家大家唔想成日比較嘅深圳，又或者去到台灣、韓國，甚至係日本，甚至去到歐洲、澳洲都較少遇到咁嘅情況，職員對自己餐廳嘅食物又或者情況唔了解，只係當打一份工，我咩都唔知咁嘅感覺，又或者係服務態度嘅積極性、主動性，甚至係語氣。食完一餐飯有賓至如歸呢4隻字，係咪好耐冇聽過啊？係咪我哋已經習慣晒，唔記得咗以前係點，定係越做越差呢？大家不妨留言一下，講下大家嘅感受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嘅分享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 記得一定要 subscribe 訂閱，我哋希望得到你嘅支持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，拜拜。